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5月14日跑馬地夜馬，共有9場嘅草地賽事。當晚嘅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0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、B、C、D 4個等嘅級別，我沒有級別嘅馬匹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1場5班1800米，馬膽係10號皮具大師，配呢個巴道孭122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6號傳承者班德禮孭129磅，第2匹配腳係3號烈景追飛，配呢個潘頓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上市魅力、5號不假外求。第2場3班1000米，馬膽係1號星際快車，配呢個布文孭135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5號路路勁，配呢個潘頓孭121磅。第2匹配腳係2號年年幸運，配呢個黃志宏孭122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聖萬金、4號四季醒。第3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1號卓越善風，配呢個潘頓孭135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12號魔法速遞，配呢個巴道孭117磅。第2匹配腳係4號多利神區，配呢個班德禮孭132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綠色好景、2號得意佳作。第4場2班1650米，馬膽係5號太陽勇士，配呢個潘頓孭122磅，拖嘅第1匹配腳係4號加州動員，配呢個巴道孭122磅。第2匹配腳係1號喜蓮勇敢，配呢個班德禮孭13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金斗雲、3號電信巴打。第5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4號起眼光，配呢個潘頓孭130磅，拖嘅第1匹配腳係12號聖托里尼，配呢個巴道孭119磅。第2匹配腳係5號有紅利，配呢個霍雲星孭128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起旺區、6號領航破浪。第6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5號非凡時刻，配呢個霍雲星孭128磅，拖嘅第1匹配腳係1號加州得力，配呢個布文孭135磅。第2匹配腳係8號天外迎天，配呢個潘頓孭12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
贏得爽。9號鄉村樂韻。第7場4班12米，馬膽係3號猛將興配呢個潘頓，孭131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7號光輝所願配呢個布紋，孭127磅。第二匹配腳係4號好精神配呢個艾少禮，孭129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落河、8號荷花之星。第8場3班1800米，馬膽係3號星價配呢個霍雲星，孭128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8號春風萬里配呢個巴道，孭121磅。第二匹配腳係2號黑桃火箭配呢個布紋，孭13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開心勇區、9號爭金奪冠。第9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3號風雲武士配呢個潘頓，孭129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6號首飾悟空配呢個巴道，孭124磅。第二匹配腳係2號翠紅配呢個艾少禮，孭13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勇霸龍、4號雪勇神區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